你食過最甜、最滑、最香嘅士多啤梨係點樣？愛詩用垂直農業技術種出全世界最極致嘅士多啤梨。O'Marcus Berry 甜度比美國市面一般品種高2到3倍，仲有人形容入口帶奶油咁。愛詩共同創辦人 Hiroki Koga 來自日本，發現美國嘅蔬果雖然賣相靚，但味道淡口，所以決定用科技改變一切。佢哋自己搭建農場，從 LED 照明、灌溉系統到氣候調控，全部 DIY， 就係要突破無人試過係垂直農場種士多啤梨呢個限制。最瘋狂嘅係佢哋嘅士多啤梨，一盒11粒賣$10，但照樣一上架就賣晒，市場需求勁大。Hiroki 話，即使開100間農場都唔夠賣。愛詩目標唔止係士多啤梨，而係要用科技顛覆農業，打造更可持續、更高質量嘅農作物。下一步係番茄、蜜瓜，甚至改變全球糧食標準。呢場農業革命你點睇？留言話我知。今日係咁先，下次見。